林心瑶，宋远，你胆子大了，竟然学会跟踪我了！跟踪林雪瑶，你跟你前男友玩得太开心，连发朋友圈都忘记屏蔽我了。你也说了，那是前男友。再说，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就是跳个舞亲一下而已，你怎么那么小气？都他妈又亲又摸了，你说我小气？你当我是白痴吗？宋远，你话不要说的这么难听，而且我们还没結婚，我今天就是和他睡了，你也管不着。林雪瑶，为了你爸的医药费，你弟的学費，我掏空了所有的積蓄，我們的婚禮只剩下10天了。然後呢？你要取消婚禮和我分手？你倒是說呀！大不了這婚我不結了。蕭念晨已經答應，不僅給我100萬彩禮，還給我弟全款買一套婚房。你一個只會敲代碼的窮逼，能給我什麼？你連給他提鞋都不配。好，分手就分手，老子這3年就當是為了狗。今天，這條狗也該出欄了。他竟然就這麼走了？結婚的消息已經通知親戚，我看你到時候要怎麼收場。寶貝，我還有點事情，我們下次再聊。顧思雨，我看你這一次還逃不過我的手掌心。3年，傾其所有，我就是個徹頭徹尾的笑話。我吃了不乾淨的東西，幫我，帶我走。When no one can see me, if there's no one to blame. 日子脱褲子，快點！現在的女人都這麼猛的嗎？雖然不知道她到底是被誰下藥，但安全起見，還是先黑入這酒店的監控系統，避免被人發現。現在就放心了。他竟然是第一次。尊敬的黑客之神 James 先生，誠摯邀請您出山加入我們，條件您可以隨便提，100萬美金隨時到賬。這些狗東西怎麼又扯到我馬甲郵箱的？拉黑。早。昨晚是個意外，但我會負責的。這裡面的錢就當做是給你的補償。什麼意思？錢就算了，我正好缺個新娘來應付家裡的催婚。既然你昨晚說會對我負責，那你敢給我的婚禮當一次新娘嗎？好啊，正好我家裡人催婚，和你領個正眼的交差。恭喜二位喜結良緣。馬甲郵箱看來徹底不能用了，島國的黑道組織竟然也找上我了。James， 你好，我是飛鷹會負責人，久仰你技術冠絕世界，想請你出手攻破大型財團安訪系統，報酬你提，任務安全由我們全權保障，沒有任何後顧之憂。我要是想賺這種黑心船，早就是全球首富了。
不过我也確實該認真開始賺錢了，不然還真配不上他。下午先去他公司看看。沒想到這麼巧，顧時雨居然和林雪瑤是同一個公司的。昨晚好不容易給顧時雨下藥，沒想到讓他給跑了。今天正好到他公司來探探情況。喲，我當是誰呢？這不是昨天剛被我甩了的窮酸程序師嗎？怎麼，宋遠被退婚之後受刺激失業了，現在跑來顧氏集團送外賣啊？保安呢？保安死哪兒去了？快把這個送外賣的窮屌絲給我轟出去！要是驚動了總裁，你們吃不了兜着走。我看誰敢動他！顧總，您怎么親自下來了？這裡有個送外賣的屌絲在鬧事，我馬上讓人把他趕走。瞎了你的狗眼！這是我顧時雨合法領證的老公，你算什麼東西，也敢趕他走？這怎麼可能？不可以和他領證。蕭念晨，認清楚你自己的身份。你蕭氏集團頂多算是我顧氏的合作夥伴，我和誰領證，難道還要經過你的允許？顧時雨，你以為你找了個假老公就能脫身了？做夢！今天就讓你知道不乖乖聽話的下場。顧總不好了，服務器遭到黑客的恐怖攻擊，防火牆全線崩潰。集團核心機密文件正在被竊取。安全部的人都是干什麼吃的？顧總，看來你遇到麻煩了，要不現在求求我或許還能請高手幫你解決問題。再晚我就來不及了。就這種垃圾代碼，也敢拿出來丟人現眼？你一個寫破遊戲的，在這裝什麼逼？這可是世界排名前3的黑客，你一個小程序員也敢在這裡說大話？老婆，湯快涼了，這點小 bug 也值得你皺眉。林雪瑤，今日我就讓你看看你的選擇是多麼的愚蠢。好了，顧總，防火牆全部重塑了，黑客的攻擊不僅被徹底粉碎，而且對方的 IP 被反向鎖定了。不可能，這絕對不可能！什麼？蕭氏集團所有服務器都被黑了？喂！看來某些人似乎遇到了更大的麻煩。怎麼會這樣？為什麼詹姆斯會盯上我？我猜詹姆斯應該是看不爽某些人為非作歹。你胡說八道什麼？我什麼時候為非作歹了？陳哥哥，現在該怎麼辦啊？滾開！聂晨哥哥，等等我！沒想到詹姆斯竟然這麼巧出手對付蕭氏集團，不過他們活該，讓他落井下石。難道我撿到的這個便宜老公，還是個能招來好運的福星？顧總，公司的網絡安全問題已經被宋先生徹底清除了，防火牆也加固了，短時間內絕對沒人能再攻破。能這麼輕描淡寫解決世界前3的黑客攻擊，他的實力就算不如詹姆斯，肯定也是世界頂尖的。時雨，你在公司是什麼職位？辦公室居然這麼大。你要隱藏身份，那我也陪你隱藏身份好了。我是顧氏集團的技術總監。原來是技術總監，難怪他們都喊你顧總。對了，這次你辛苦了，這100萬你收下。為什麼要給我100萬？這可不是我個人給你，而是公司給的獎金。宋先生，你有所不知，之前公司遭到攻擊事故，總裁就放了話，
誰能幫公司解決危機，獎勵100萬現金。現在危機是您解決的，這獎勵自然就應該屬於您。嚇死寶寶了！不懂你要和宋先生玩隱藏身份，也不要嚇唬我這個無辜小助理啊！我就敲幾行代碼。小宋啊，公司最近裁员，很不幸你就在名单上，所以只能请你另谋高就了。王总，公司的项目还有一些 bug， 要我……不用你管了，你的工作也不用交接了，我会让财务给你结算工资。既然不用交接，那以后出了事也别来找我。你放心吧，不会找你的。公司人才济济，有你没你，工作都能进行。宋远，你被辞退了，怎么还一脸高興？其實我之前就打算好要辭職自己創業了，原本是打算下個月就寫辭職信的。那他豈不是正好成全宋先生？對啊，王靜才真是個好人啊！難道是知道我要創業，特地給我送來一筆 N+1賠償？這下連辭職信都省了。我和朋友開發了一套小遊戲 ，demo 被國內頂尖的遊戲公司奇悅看中，要3000萬買我們的源代碼和遊戲創意。不過，我更想自己開公司把它做出來。做遊戲前景不錯，國內外都很有市場，期待你的遊戲上市。既然宋先生要創業，那就更應該收下這筆獎金了，正好可以作為你的啟動資金。老婆大人的這份心意，我就卻之不恭了。好了，我就不打擾你們工作，回公司結算工資去了。我送宋先生出去。不用。顧總，那我也下去工作了。等等，你馬上去3環幫我買一套3居室，不用太高端，要全部精裝修好，我要馬上搬過去。是，我馬上去搬。顧總放着家裡的大別墅不住，突然要買這麼一套房子，他該不會是想隱藏身份和宋先生同居吧？老大，王靜才那個吸血鬼太過分了，大家實在是幹不下去，我們能不能過去跟你？我現在和朋友一起創業做遊戲，你們要是感興趣，19號我結婚，你們過來喝喜酒，到時候咱們詳細談。太好了，那到時候我們一起翹班過去喝喜酒。好啊，那我就等你們了。喂，老陸，我離職了，咱們創業的事情可以提上日程了，錢的事我搞定了。太好了，老宋，這2天我就去附近轉轉，找個合適地方當辦公室。對了，我之前為林雪瑤準備的那套婚房打算賣掉，你小姨不是在找房子嗎？問問她感不感興趣。行，我現在就和她說。工作搞定了，接下來該去酒店跟大堂經理溝通一下婚禮換新娘的事情。氣死我了！宋遠那個窮屌絲，居然敢讓我在大庭廣眾之下出醜！瑤瑤，你挺住，這不過是臭男人欲擒故縱的手段而已，先低頭你就輸了。我怎麼可能向他低頭？我就不信顧總那樣高高在上的女魔頭會真的看上他這種窮鬼。這還用想嗎？肯定是宋遠不知道用什麼手段，花錢請顧總陪他演了一場戲。沒錯，再過幾天就是結婚日期了，女魔頭配合他演戲，還能真和他舉辦婚禮不成？簡直是痴人說夢。對，絕不低頭。狗男人，看他能堅持到幾分。等他跪下來求我的時候，我要他好看。瑤瑤，你快看，那不是宋遠嗎？那是我們訂婚禮的酒店。他不上班跑過來這裡幹什麼？我們去看看。宋先生，您訂的本月19號的婚禮現場我們已經設計好，婚禮流程也出了方案，您上樓看看還有什麼要調整的地方。好。婚禮還沒有取消，宋遠果然還在等我。瑤瑤，你可別忘了剛剛說的，不能輕易容忍。宋遠，你挺到這一步了還不肯低頭，非要等結婚當天來求我嗎？宋遠，到現在還裝，就是你要不是想等瑤瑤復合，為什麼不取消婚禮？
我舉辦婚禮，新娘就非得是林雪瑤不可。除了我，你還能找誰？林雪瑶，我最后警告你一次，别在这里无理取鬧。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我的婚禮也與你無關，滾開！與瑤瑤無關，那你倒是說說，婚禮新娘的名字是什麼？你說啊！我說了，新娘是誰跟你們沒有任何關係。怎麼，連新娘的名字都沒有？你該不會是想和空氣結婚吧？誰說婚禮沒有新娘？我就是宋遠的新娘。女魔头怎麼會在這裡？等等，她剛剛說什麼？她是宋遠的新娘。親愛的，不好意思，我來晚了。沒事，你來的正好。我怎麼會？喬西，你不是說他們就是演戲來氣我而已嗎？這不可能！別管他，咱們上樓吧。不可能，這不可能！宋先生、顧小姐，兩位先喝茶，我去把合同拿過來。你怎麼會忽然過來？我恰好在附近有個會談，看到你就過来了。那你正好也看看婚禮上有沒有什麼要改動的。如果你不喜歡這裡，我們換個場地也行。這些你拿主意就好。這是我家裡的鑰匙，你看看什麼時候方便搬過來。你意思是我們同居？对啊，畢竟我們馬上要結婚了，不是嗎？好，那我就搬過去。老媽怎麼這時候給我打電話？我接個電話。什麼？林雪要把你們從婚房那邊趕出來了？你有事情就先去處理吧，這裡交給我。好，我這邊會盡快把我那套房子賣掉，錢到手就給你。李雪瑤，既然你不要臉，那就別怪我不客氣了。小姨，房裡還有水卡、電卡、燃氣表這些，我都帶你看一下。有什麼問題咱們現場溝通。好，小姨就喜歡和你們這種痛快的年輕人打交道。小宋，這是什麼情況了？小姨，你稍等，我來處理。你們在幹什麼？喲，窮逼程序員還敢找上門來？宋遠，我告訴你，你現在想娶我姐，彩禮至少再加30萬。你都說我是窮逼了，我哪裡來那麼多錢？你爸媽不是還有房子嗎？把它賣了不就有了？滾！現在立馬滾！別賴在我家！宋遠，你再過一遍試試！宋遠，你喊什麼吼？我們已經開過家庭會議了，你想娶我女兒，至少再加30萬彩禮，再把這套房过户到林佑名下。就是，宋遠，我們家願意和你結親是你的榮幸，你別不識好歹。這套房子你以後就別來了，我今天就找裝修隊重新裝修，給林佑當婚房。小宋，你看這該怎麼辦？這房子裡怎麼還有人要住啊？抱歉，小姨，我會處理，你別急，今天就讓他們知道吸血鬼見光死的下場。看清楚了，這套房子現在是這位劉女士的，你們現在的行為屬於非法侵占民宅，再不搬走，我就報案了。瑤瑤，你不是說這房子是在你名下嗎？這是怎麼回事？你是不是被這小子給騙了？宋遠，這是怎麼回事？你怎麼敢背着我賣我的房子？這本就是我的婚前財產，我想賣就賣。你們還不搬走的話，我請治安員來協商。別報案，我們搬，現在就搬。我家李佑君也要相親的，那姑娘還沒到，現在搬走，我兒子的媳婦可怎麼辦？她是喬喬，我的相親對象。抱歉，你們刚剛說的話我都聽到了，我可不敢和你這樣的人相親。如果是這位帥哥還差不多。宋遠，你害我相親失敗，我和你拼了！是男人就好好做人，拿別人的房子騙來的感情能長久嗎？就是，用
用別人的房子騙婚，誰栽到你們家可真是倒了8輩子血霉。宋元，我給你15分鐘，東西不搬走，我叫人全部丟掉。宋元，你区区一個血代碼，憑什麼敢這麼羞辱我？念晨哥哥，宋遠這個瘋子打了我弟弟，還要把我們全家趕出大街，你讓人把他丟出去！宋远，你这吃软饭的窮屌絲還真是陰魂不散。在顧氏集團，你靠女人耀武揚威，現在到了外面，我看還有誰能護着你？給我上！打斷他的雙手雙腳，從窗戶扔出去！出了事兒，我蕭家兜着！就憑你們，不知死活！誰能想到，我明明只是個程序員，卻自幼精通毒物。我不知道宋远竟然這麼能打。宋远，你给我等着，老子不會放過你的！站住！警察辦案！警察同志，快把這個瘋子抓起來！他打傷了我的保鏢！給我上！打斷他的雙手雙腳，出了事兒我蕭家兜着！你涉及寻衅滋事和唆使傷人，跟我們走一趟吧。你們放開我！我是蕭氏集團總裁宋遠，你個窮屌絲敢陰我！警察同志，這是誤會，念晨哥哥是為了保護我。有什麼話去局裡說，帶走。還不滾！宋遠，你非要鬧得那麼難看，你就不怕過2天你哭着來求我，我也不搭理你？林雪瑤，到底是誰給了你自信，覺得我會去求你？好，好，好，我看你能嘴硬到什麼時候？女魔頭和你演一場戲，你以為她還能和你舉辦婚禮？哈哈，痴人說夢。林雪瑤，你竟然以為我和石宇是在演戲？難道不是嗎？顧總真要是你的女朋友，估計早就把我給開除了吧。可是我在公司還好好的，你也不想想，他怎麼可能看得上你這種窮鬼？這女人的腦子果然有問題，幸虧我及時脫離了火焰。算了，我也懶得解釋。現在，請你們立刻從這套房子裡搬走。搬就搬，誰稀罕？搬家公司的，你們把我們的東西搬走。宋遠就不是人，死渣男，白嫖我姐。李雪瑤，你也是賤，裤腰带怎么就那麼鬆，連套房子都賺不上，就被人白睡了3年。媽，你不要再罵了。宋遠他不會拋棄我，他那婚禮還沒取消，你們就等着吧，他肯定還得來求我。那到時候可就不是100萬彩禮那麼簡單了。沒錯，姐，這次至少要200萬，讓他爸媽賣房賣車，甚至去賣血都得湊齊。這次他要是不跪下來求我，我就讓他在所有親戚、朋友、同事面前下不來台。老宋，你來了，你看看顧學弟找的這地方不錯吧？這地方是我家控的一個 loft， 就看你們喜不喜歡了。環境不錯，咱們工作室就放這裡吧。等等，師弟叫顧時淵，這名字和石宇也太像了。師弟該不會和石宇有什麼關係吧？顧師弟，你家裡有什麼兄弟姐妹嗎？老姐一直警告我，不能讓人知道我是顧氏集团少爺，只能欺騙一下宋師兄了。沒有啊，師兄你怎麼這麼問？原來是巧合嗎？哦，沒什麼。對了，請你們吃喜糖。我去，竟然真被你找到新的新條子了。那是，他比林雪瑤好10000倍。恭喜你啊，宋師兄，這是喜糖嗎？這分明是狗糧。對了，你老婆照片呢？給我們看看，是哪位有眼光的仙女收了你這個迷途知返的大冤種？照片沒有，反正很漂亮，回頭介紹給你們認識。切，你真是小氣。四季雲頂，你過來之前和我說一聲。
工作室布置的事情就交给你们了，我还得回去搬家。行，知道你急着回去开启甜蜜生活，我们不耽誤你。奇怪，刚刚给宋师兄发信息这人头像怎么那么眼熟？你一个女孩子在京市打拼，还能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买下这么一套房，不容易啊。还好吧。放心，以后我来和你一起承担。对了，我的东西放哪儿？放主卧吧。主卧啊？主卧是哪一间？糟了，我也是第一次来，主卧在哪儿来着？你自己找一下，我接个工作電話。沒事，你忙。奶奶喊你周末回家吃飯，又是為了相親，我不是說了我已經領證了嗎？奶奶覺得你那結婚證是用 AI 做的圖，除非你把姐夫帶給她看看，否則她肯定不會信。行吧，我找個時間回去一趟。姐，看在我幫你通風報信的份上，預支一下下個月零花錢唄。臉怎麼那麼大呢？都多大人了還找我要零花錢？我不管，你不給我零花錢，我明天就去找姐夫，告訴他你是個工作狂魔。你休想！這個東西該怎麼啟動？你沒事吧？有沒有燙到？沒，就是想給你熱個宵夜，這電器好像壞了。哪有連着锡紙一起放進去的？小笨蛋，以後這種粗活交給我來做就好。那啥，明天方便陪我去見一下爸媽嗎？不會耽誤太長時間，吃個便飯就好。沒問題，我訂飯店。不用麻煩，明天下班我去接你，回家吃飯。好，那我先洗澡去了。要一起嗎？騙你的！就會玩火，看我結婚了怎麼懲罰你。老宋，昨晚怎麼樣？用不用幫你點一份腰子補補？宋師兄，我幫你買了些小玩具，一會兒你帶回家，保證讓你提升不少的情趣。去，我是正經人，你們兩個別帶壞我。你之前公司那個王進財，他找你幹什麼？多半是項目出了問題，找宋師兄求助唄。王總，當初我說了項目還有 bug， 是你讓我立刻離職，不用做工作交接的。小宋，一切都是我的錯。我給你漲薪20%，你就回來吧。外面現在就業形勢也不好啊。沒興趣。宋師兄霸氣。幹活吧，我忙完還要去一趟首飾店，把婚戒定下來。就這個吧。宋先生，您真有眼光，這款是我們店裡的鎮店之寶。林小姐真是個有福氣的人。我太太姓顧，麻煩幫我包好看一點。刷卡。咦，上次他帶來的那位不是叫林雪瑤嗎？難道我記錯了？沒問題，我這就為您包裝好。喂，瑶瑶，你家舔狗要發工了，什麼情況？我剛剛看到他在首飾店買下店裡最貴的戒指，你等着吧，他馬上要去找你求婚了。我就知道他急了，昨天他爸媽還跑來想找我求情，被我直接轟出去了。對，這次一定要給他立規矩，看他還敢不敢找人給你演戲。他就是個傻子，演戲也不找個好點的演員，女魔頭怎麼可能看得上他？宋淵，你果然還是忍不住來接我了。還有完沒完？宋淵，你找人演戲也不找個像一點的，傻子才會被你騙。
伯父伯母初次见面，这是一点心意。太客气了，来，快进来坐。乖乖，你的宋家祖坟是冒青烟了。我爸妈对你很满意。那就好。虽然我们是闪婚，但有些仪式感不能少。这是我精心挑选的戒指，希望你喜欢。很漂亮，谢谢。距離婚禮沒幾天了，咱們找個時間去試試婚紗。好，你安排好時間和我說一聲。顧總，您打算什麼時候和宋先生說明身份？等找到合適的機會吧。我感覺他是個很要強的人，怕說明身份之後他會接受不了。顧總竟然也會害怕被瞧不上。對了，那個林雪瑤需要開了嗎？如果工作上他沒犯錯誤，不需要開除。顧總，這是您要的文件。宋遠為了做戲騙我，竟然把要給我的戒指都借給女魔頭先戴。等他來求我，必須讓他給重新買更貴的。公司給你多少薪水？稅後6500。現成的文件都能打印錯。看來也做不好什麼事情，開了吧，重新招個有能力的進來。顧總，我會把工作做好的，請你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憑什麼相信你？這個林雪瑤真是個廢物，顧總對公司分明給你機會，你居然自己把飯碗給砸了。喂，姐，你過來沒有？蕭家的人都到了，奶奶在催你了。知道了，我現在就回去。你最好祈禱顧總把剛剛的事情給忘了。好你個宋遠，還敢讓女魔頭來嚇唬我，想逼我就範，你休想！姐，你說你結婚了，得把真人帶過來才有說服力啊！你不會真是糊弄奶奶吧？現在不是見面的時候。究竟是什麼人啊？需要這麼藏着掖着，連小舅子都不能見。小姐、少爺，顧老夫人喊你們開飯了，請。蕭少今天過來，是想再次耀武揚威，讓我來求你嗎？姐，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沒什麼，就是前幾天這位蕭少去我們公司，非常巧的是，恰好有黑客攻擊我們公司服務器。蕭少說只要我求他，他就找人幫我解決問題。什麼？我那天就是開個玩笑，顧小姐怎麼還當真了？早知道老媽和顧家老婆子認識，我那天又何必找黑客，還莫名其妙被那個 James 給盯上了。對，小陳就是開個玩笑，而且那天我們蕭氏也被攻擊了，說起來我們兩家都是受害者啊。原來是我誤會了嗎？對，都是誤會。老太太，念晨這孩子就是喜歡開玩笑，回頭我說說他，讓他以後別胡亂開玩笑。誤會解開了就好，你們都快坐下吧。希望我們以後常聚，有空常來家裡。那是一定的，我們都是一家人了，當然要常聚。要是他們兩個能趕緊生下愛情的結晶，就更好了。顧奶奶，放心，我一定好好照顧你。趁今天聚會，我有件喜事和大家分享。我領證了，希望大家能祝我新婚愉快。以後蕭家有什麼需要幫忙的，儘管說，我能幫的肯定不會推辭。我公司還有點事兒，先走了，你們吃好。等等，告訴我他是誰？蕭念晨，看在奶奶的面子上，我已經給足了你面子。你不會以為
我不知道你做过什么事情。难不成他已经知道上次我给他下药的事情了？你好自为之，别让我撕破脸皮。我进去换上试试。王总，我说了，我没兴趣回你们公司，你另请高明吧，别再打断我。顾时雨人呢？我们的人不敢跟他太近，只知道他进了这个商场。妈的，到底是谁抢走了顾时雨？会不会就是那个宋远？你觉得可能吗？虽然我不知道顾时雨为什么帮那个穷傻厮，但他甚至连做顾时雨的挡箭牌都没资格。宋远，你进来一下。好。宋远这是和谁在试婚纱？难道林雪瑶又回去找他了？喂，你在试婚纱？没有啊，聂琛哥，我在公司上班呢。你忽然这么问，是想带我去试婚纱吗？没有，我就随便问问。肖总，我可算找到你了，我这边出大事了。你们团队有没有技术大神借一下用用？解决完问题还你。你们团队出问题关我屁事。肖，我还有事儿，先走了。肖总，肖总！哎呀，我当初怎么就昏了头？现在或许只能从宋远那个女朋友林雪瑶身上想办法。林小姐，你还记得我吗？你是宋远他们公司的王总，找我有事儿？是这样，我们公司优秀员工家属评选，你作为宋远的未婚妻入选了，希望以后你继续支持宋远的工作。这是优秀家属的奖励，20万现金，密碼是宋远的生日。20萬？是宋远托你送來給我的？沒錯沒錯，公司對他格外看重，這張卡有時間限制，林小姐最好這2天把它花完。多謝王總，我今天就用它買東西。好好好，那我就先走了。宋遠，我就說你遲早要和我低頭。王總，這招可行嗎？當然，只要宋遠這個敗錢未婚妻今天把錢花了，宋遠就被我拿捏住。如果他拒絕回公司，那他就是挪用公款，我要送他去踩縫紉機。您這招真是絕了！誰讓他敬酒不吃吃罰酒？開車！是這個，還是這個？既然你2件都喜歡，那我們就都買下來。宋遠，感謝2位的支持。我知道了，我們公司同事剛剛看到你以前公司的王進財去給林雪瑤送了一張銀行卡，還說什麼20萬。王進財好端端的怎麼會去找林雪瑤，還給她送錢？你不是拒絕回去幫王進財解決問題嗎？他會不會是想耍什麼陰招？難不成他不知道我和林雪瑤都分手了？那他這次可要失算了。老大，你現在在哪裡高就？大家都快被王進財折磨瘋了，實在是幹不下去。我們能不能過去跟你？我現在和別人一起創業，你們要是感興趣，19號我結婚，你們過來喝喜酒，到時候咱們談談。太好了，那到時候我們一起翹班過去喝喜酒。真希望婚禮馬上開始。別叫我姐，我沒你這樣笨的弟弟。時雨，宋遠，你怎麼還沒睡？你這讓我怎麼睡？明天化妝師5點就到，你今晚定個鬧鐘，明天早點起來。那你幾點來？我大概7點左右過來接親。我
媽催我過去了，按照習俗，咱們得分開一晚，明晚我就摟着你睡。只能這一次，以後不許留我一個人在家。好，我答應你。我要出門了，今晚還得和爸媽对一下酒桌安排這些。那我也叫閨蜜過來把這邊布置一下。明天婚禮，你就是我的閨蜜，記住，在宋遠面前千萬不要說漏嘴。啊，顧总，你到现在还没有和宋先生摊牌吗？没有，你從現在改口，不許叫我顧總，說錯一次扣1個月工資。小顧總，你總要和他說一聲吧，姐姐出嫁，他總得來送一下吧。等以後有機會，我再介紹他們認識。爸，名单我看過了，都没問題。那就好。喂，我是宋遠，請問是哪位？宋遠，不管你現在在做什麼，立刻給我趕回公司修復系統，這是命令，不是請求。不好意思，我沒空呢。宋遠，我有必要告訴你，你未婚妻刷了公司20萬元的卡，明天我就帶着治安去你婚禮上抓人。王進財，你非要走到這一步來算計，我也沒辦法，只能祝你好運了。好，你不讓我好過，我就讓你結婚鬧個大笑話。王總，不是和你說了，我手下的技術團隊最近很忙，你怎麼還找过來？肖总，你誤会了，我是聽說宋遠那個不長眼的家伙得罪了你，所以想問你明天有沒有空一起去看場好戲？什麼好戲？哦，如果你真的讓我看一場好戲，哪怕你被你們公司辭退，我也能給你一份辛苦。那就多謝肖總了，我保證不讓你失望。紅包沒有了，我們扔個男人行不行？徐麗姐，你怎麼在這裡？你看那邊。啊，宋師兄的新娘竟然是我姐！不好，我得跑！得，轻點，你輕點。顧時淵，今天你给我裝不認識！我憑什麼不能說？你要是敢和宋遠說我是你姐，以後你別想從我這裡領1分零花錢。用來搞地下情呢？我還沒和宋遠坦白我是顧氏總裁的事兒，你給我先瞞着。好家伙，看不出來呀，姐，你竟然還喜歡玩霸道總裁愛上他的戲碼。總之，你不許說。絕對不能讓老姐知道我之前想給宋師兄買小玩具的事情。你們放人進來吧，我們也該去婚禮現場了。乔西，宋遠怎麼還沒打電話來？我打個電話問問他。你千萬別打電話，現在低頭等於你以後的婚姻都要低頭。那我和酒店打個電話，問問婚禮有沒有取消。你好，我想請問一下，宋遠先生訂的婚禮現場取消了嗎？小姐你好，婚禮现场新娘正在迎接來賓呢。什麼？瑶瑶，怎麼了？我要去酒店。宋遠他沒有來接我，他在和其他女人辦婚禮。瑶瑶，你所說的好戲什麼時候開始？我已經打電話叫人過來了，絕對不讓肖總你失望。顧時雨，她竟然是宋遠的新娘，不可能，這不可能！你們肖總怎麼了？对，是我報的案，有人挪用我們公司的公款，現在人就在星蘭酒店，麻煩你們快過來逮捕。現在我們請新郎親吻新娘。這怎麼可能？瑤瑤公司的女魔頭竟然真的和宋遠結婚了！林雪瑤，歡迎來參加我的婚禮，後面的一桌有空位，你自己坐過去。等會兒我們去挨個敬酒。宋遠，你跟他結婚，經過我同意了嗎？林雪瑤，分手是你提的，今天我大喜的日子，你來哭什麼？宋遠，我不相信這是真的，你就是為了刺激我。我承認我被你刺激到了，現在可以結束了嗎？林雪瑤，這是我的新婚妻子顧時雨，今天是我們倆的大喜日子。他不介意你來，沒有把你趕出去是他大度，請你不要再鬧了。宋遠，我知道你在氣我之前和你提及你的話，我們不要玩互相傷害的遊戲了，現在就和好好不好？請你自重，給你自己留點體面吧。林雪瑤，你和宋遠在一起的時候一心一意護着你，你可不珍惜，现在又回來鬧是什麼意思？當初是你看上了別的男人，主動提出分手，現在鬧除了丟臉還有什麼意義？宋遠，你真的就那麼狠心，你不要了？3年的我的承諾就當沒說過了嗎？林雪瑤，你想發糟還是找你的萧念晨？他來。念晨哥，你怎麼會在這裡？你是來找我的嗎？滾開！瑤瑤，你沒事吧？萧念晨，歡迎你來參加我的婚禮，找個位置坐下吧。顧時雨，
拒絕和我聯姻，居然就為了嫁給他一個窮逼！什麼情況？剛來了一個新郎前女友，現在又來一個新娘前未婚夫。這個什麼蕭念晨和剛剛那個林雪瑤也有關係？對，林雪瑤就是為了這個蕭念晨才和宋遠分手的。可是蕭念晨看樣子根本不在乎他呀。這4個人的關係很複雜呀。我去，太勁爆了！故事弟，老宋這是被蕭念晨搶了女朋友，反手又把蕭念晨的聯姻對象給搶過來了，這也太勁爆了！宋師兄該不是為了報仇才和我嫂子在一起了吧？那不至於，你看老宋的表情，明顯也很意外，應該只是巧合吧？嘿嘿，這巧合實在是太好了。萧念晨，我從來沒考慮過和你訂婚，那都是你一廂情願。要不是宋遠這個狗東西橫插一腳，我們的婚約早就成了。你才是狗東西，你們全家都是狗東西！朱总，你没事吧？宋遠，你他媽竟然敢打我！我打你怎么了？你无缘无故跑来我的婚禮上搗亂，我沒把你打死已經很克制。小遠，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不要動手。是啊，宋遠，不要和這種人一般見識。蕭念晨，蕭念晨，你動手之前最好先想想你蕭家的生意還做不做，還想繼續做，趕緊滾！顧時雲竟然也在這裡，難道顧家都支持顧時雨嫁給宋遠？我只能這麼算了。我再說一遍，和我訂婚只是你一廂情願的想法，就算沒有宋遠，我也從未考慮過和你離。瑤瑤，你不是說蕭念晨很厲害的嗎？怎麼被打都還不還手？原來蕭念晨在女魔頭面前竟然這麼卑微。可是女魔頭怎麼會看上宋遠？他們或許只是出於什麼原因一起擺個婚禮，根本沒有你知道。对了，一定是這樣。我還有機會！治安員同志，就是這裡，還請你們立刻把他給抓起來！我操，王进才怎麼來了？竟然還帶了治安員！該不會是咱們集體翹班，他跑來要把我們抓回去吧？那也不至於帶治安員來吧？這個王進才來的正好。治安員同志，就是他花掉了公司賬上20萬元，我可以提供所有證據。顧時雨，看看你選了個什麼貨色，你現在後悔還來得及，跟着我一起離開，至少你不用跟着宋遠一起難堪。好，好，好，我倒是要看看宋遠在婚禮上被治安員抓走，你要怎麼下台？小遠，這是真的嗎？媽，不用擔心，我根本沒做這種事情。事到如今你還狡辯，我這裡有你老婆所有的消費記錄，還有她刷卡的錄像。宋遠，你可真是不要臉，3兩句話就想把自己撇乾淨。王进才，你要不再看清楚一點，你這視頻上的是誰？再看看我老婆又是誰？你老婆除了是林雪瑤，還能是誰？你是誰？怎麼不是林雪瑤？笑死我了！你連宋遠的新娘是誰都沒搞清楚，竟然就好意思說是他老婆花了你公司的錢？不可能！治安員同志，他這是故意找了個人來演戲，這個新娘只是演員，他老婆是林雪瑤才对。治安員同志，這是我的結婚證，你們可以看我們結婚的日期是在那張卡被刷掉之前。這件事情與我毫無關係。這位王先生，請你搞清楚再報案，不要浪費警力資源。治安員同志，我要舉報他犯重婚罪。宋先生，他所說的是否屬實？同志，我是守法的好公民，可以接受一切調查。王先生，你知道虛假報案的後果是什麼嗎？擾亂公共秩序，要受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並罰款500。抱歉，是我沒搞清楚，我不是故意的。是林雪瑤，他花掉我們公司20萬，快抓住他！卡是他主動送我的，他分明存心陷害我。王先生，這是真的嗎？絕非此事，我不會將公司卡片交給外人。故事門口眾人皆可作證，他親口說是家屬獎金。既為家屬獎金，你又算得上誰的家屬？我是宋遠的家屬。你純屬詐騙！宋遠已然成婚，何來家屬身份？此事與我們無關，麻煩將2人帶回核查即可。2人隨我們返回警局接受調查。念晨哥，求求你出手幫幫我！滾！我並不認識。宋遠，念往日3年情誼，求你幫幫我！變賣奢侈品，償還錢款，這是最後勸告。既已到場，不妨落座，飲杯喜酒再離去。我身為富2代總裁，究竟哪點比不上宋遠？你各方面條件全都比不上宋遠。你竟然說我樣樣都不如宋遠！
对，萧念晨，以后别再纠缠，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萧念晨，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自己竟然这么优秀。宋远，你别太得意，今天的事我不会就这么算了。顾时雨，你迟早会后悔的。好了，闹剧結束，婚禮繼續進行。老婆，你今天躺着。属狗的吗？这让我今天怎么去上班？喂，徐丽。顾总，非常抱歉这么早打扰你，实在是情况紧急，我们的系统又被人攻击了。现在情况如何？安全部完全解决不了，这次发动攻击的是世界榜上排名第2的黑客本一，他还留下了挑衅的话，说除非我们请来 James， 否则这次谁都无解。顾总怎么办？我马上去公司。别急，我现在就帮你解决。这次出手的可是世界第2，除非 James 出手，你看我表演吧。操，小鬼子这么嚣张，老子干死！好了，你看看，这么快？我都和你说了，男人不能说快。真的好了，不过好像感觉有点卡。对方看来还没有放弃，没事，我再给你做好防火墙，他就彻底进不来了。顾总，系统已经完全恢复了，而且比以前更安全了。顾总，您是找到了 James 了吗？不是，我找到了一个更厉害的高手。嘿，如果告訴老婆我就是 James， 他會是什麼表情？顧總，你能讓那位高手反入侵對方的電腦嗎？安全部說可能有股份文件洩露出去了，你能不能幫忙銷毀對方盜竊的文件？沒問題，我不僅要銷毀洩露的文件，而且要讓他的電腦變成一塊廢鐵。那你快點操作。老婆，這一步你來操作吧，按回車。已經全部銷毀了。對，他這台電腦也算報廢了。太好了。我幫了你這麼大忙，有沒有獎勵？你要什麼獎勵？你懂的。怎麼樣了？那邊成功了嗎？本一失敗了，他說剛剛竊取了顧氏集團的機密資料，對方就找了一個銷毀掉，而且還把他的電腦都搞廢了。廢物！什麼狗屁日國第一黑客，連這點小事都搞不好。本一說，或許只有全球第一的什麼 James 能夠對付他，那還不快點想辦法去聯繫那個什麼 James？是。宋遠、顧時雨，我絕對不讓你們好過。喲，老宋，今天就來上班了，我還以為你至少得在床上躺兩天。我倒是想，可是咱們這項目還要趕在互聯網大會之前弄出來，不來上班不行啊。宋師兄，他們都說要來加入我們公司，你們都考慮好了？對，天宇公司沒了你，簡直就是一盤散沙，我們在那兒也沒什麼前途。老大，你就收下我們一起，肯定能做出一番大事業。好，既然大家都這麼有信心，那我也不能讓大家失望。太好了！以後老大指哪，我們就打哪。感謝大家的信任，咱們一起努力，爭取在互聯網大會上一鳴驚人。顧總，您這幾天堆積的工作實在太多了。打印文件的工作不是林雪瑤在做嗎？她辭職了，她請假1周說生病了，出去後前償還那邊欠下的20萬了吧？算了，只要她不再犯錯，就不必辭退。顧總，互聯網大會那邊打電話來，問您有沒有時間去參加此次大會。宋元也要去互聯網大會，如果我去了，會不會身份就穿幫了？不是吧，顧總，你到現在還沒宋先生攤牌，還是沒找到合適的機會。李雪瑤，我這邊已經擬好起訴你的文件，你不還錢就等着法院的傳票。我還，我一定還。再給我2天時間，我很快就能籌到錢了。我已經給了你3天時間，你每次都說再給2天，是不是永遠都還不上？宋元，你來的正好，林雪瑤這20萬，你來替他還。宋元，我就知道你不會不管我。王進財，你不要胡攪蠻纏，錢又不是我花的，我為什麼要還？宋元，你不是來幫我的？當然不是，我是和我老婆約好來這裡吃飯的，你們之間的糾紛別扯上我。宋元，你不就是個臭馬工嗎？囂張什麼？老子隨便找個畢業2年的本工商就能替代你。我聽說你們老闆李明雷，要不你先想想自己怎麼和李明雷交代公司團隊集體辭職的事情。你怎麼回來了？我怎麼不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多了，自己回公司看看就知道了。宋元，你給我等着！
還有你林雪瑤，我最后再给你2天时间，不想坐牢的话，就立刻给我去筹钱。我现在就去，现在就去筹钱。李总的电话，难不成他真的回来了？什么？你说技术团队集体辞职了？对呀，李总，这事儿都怪宋远，也不知道他给这些人吃了什么迷魂药，我给他们涨工资，他们都不愿意留下。废物！李总，你放心，给我半个月时间，我一定能重新把团队组建起来。我把好好一个团队交给你过，你先是把大动脉给我裁了，现在又把团队直接搞没，你这是想要害死我的公司啊！李总，我真不是故意的，请您再给我一次机会。给你的机会还少吗？立刻给我滚！李总，我真不能失业，我母亲有抑郁症，孩子残伤途中，我还有房贷车贷，真不能失业呀！行了行了，一个男人哭哭啼啼的像什么话？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听说过黑客詹姆斯没有？听过。詹姆斯是算法鬼才，干这行的谁会不知道詹姆斯？听过就好。公司最近收购了一个做手游的小公司，我准备带着这个项目去参加互联网大会，但是团队里缺少技术经验丰富的人才，我要你给我想办法把詹姆斯挖来。可是詹姆斯的身份神秘，就连顾氏集团给出天价的合约他都没有现身，我该去哪里找他？我从小道消息打听到，詹姆斯的 IP 出现在京市。他竟然是京市人，可是恰好来了京市。不管是哪一种，只要你能把他找出来，让他加入公司，我非但不计较你之前的过错，还可以给你升职加薪，再奖励一辆汽车。李总，我一定把他找来，就算是求，我也要把他求到公司来。听说宋远注册了个游戏公司，也准备去互联网大会上融资，我绝对不能让他得逞。詹姆斯现身了，他竟然接受了天宇公司的邀请。什么情况？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不会吧？詹姆斯这种高手竟然放着顾氏集团这种大公司不去，反而接受天宇那种小公司的聘请。我也搞不懂。听说天宇还和萧氏集团达成了合作，难不成他们给出了什么离奇的天价待遇？难不成有人假冒我的身份，加入了天宇公司？我倒是要看看到底是谁。梁宽，没想到冒充我的人竟然是你。大学时候你就手脚不干净，偷同学的钱，现在你居然还敢冒充我的身份去加入天宇，我倒是要看看你怎么收场。如果天宇真的挖到了詹姆斯这个互联网圈子里的神话，想要发展游戏，还真比我们容易很多。小心一点总没错。天宇总裁李总这个人一向行事不正，加上我们之前得罪过他，说不定会给我们穿小鞋。对，王进财也不是什么好东西，肯定会怂恿李明杰来对付我们。大家不必紧张，天宇公司以为的王牌，说不定是张假牌呢。老宋，你的意思是他们挖到詹姆斯的消息是假的，还是说对面这个詹姆斯是个假货？你们想想，圈子里那么多头部公司挖詹姆斯多少年了，他答应了哪个？老宋分析的有道理啊，詹姆斯怎么可能选择天宇一个2线公司？我也支持宋师兄。可万一他们真挖到詹姆斯了呢？那也不用怕，咱们只要继续把自己的游戏就够了，不必管其他的。好，继續。王进财，你他媽還敢給我打電話？上次要不是你，我也不會那麼丟人。王進財，你是不是找死啊？肖總，您消消氣兒，消消氣兒。上次是我沒搞清楚，我給你賠個不是。有話快說，有屁快放，老子沒空和你磨嘰。肖總，
我知道你肯定也想找宋远报仇雪恨，现在我这边有一个好机会，不知道你有没有興趣？你說的是什麼機會？是這樣，宋遠開了個遊戲公司，還準備帶着項目去互聯網大會。我們天宇最近也在做一個遊戲項目，打算去和他碰一碰。不知蕭總有沒有興趣來合作一把？互聯網大會我自己就能帶項目去，憑什麼要和你們合作？就憑我們挖到了頂尖黑客 James。什麼？你們竟然挖到了 James？ 你們是怎麼做到的？這就是我們公司的機密了。現在我們有了 James， 但還缺不少技術員。說實話，我要不是想着彌補一下蕭總，只要放出 James 在天宇的消息，立刻會有不少人主動加盟。王進財，我最後再相信你一次。好，我保證不會讓你失望。這一次我挖來了 James， 又促成了與蕭氏集團達成合作。只要在互聯網大會上大顯神飛，李總肯定會給我升職加薪。宗遠，我已經迫不及待要看到你絕望痛哭的樣子了。還真是熱鬧。那當然，這可是龍國互聯網行業1年1度的盛事。喲，宋遠，想不到你們還真敢來。你們都敢來，我有什麼不敢來的？就你這種剛註冊的小破公司，也敢來互聯網會，等着丟人吧！哈哈哈哈哈哈！就是你，挖走了我天宇集團原有的技術團隊。準確的說，是貴公司苛待員工，導致員工主動集體跳槽來到我們公司。我可從來都沒有主動去挖過人。哼，左右不過是一群廢物，他們自己走了，還省得我們主動開除。說得好，哎，宋遠，我來給你介紹一下，這位是梁寬梁先生，哦，你也可以稱呼他為詹姆斯先生。想來你應該也聽說過他的大名吧？詹姆斯已經為我們公司解決了系統問題，事實證明，你宋遠也就廢物一個。如果我們公司的系統一早就讓詹姆斯來做，肯定不會出現那麼多 bug。梁寬。好久不見了，沒想到你竟然變成了知名黑客 James。你不知道的事情還很多呢，宋遠。是嗎？那我可是越發期待你在互聯網大會上的表現了。但願等一下當眾揭穿你身份的時候，你還能笑得出來。會場正式開啟，請參會人員盡快入場。我們快點進去。呸！是一群什麼牛鬼蛇神 ？James 竟然是這副德行！你不會真信了吧？當然不信，信他還不如信你是 James。你猜的還挺準。走吧，咱們也進去。這場面真大呀！那是。那不是紀氏資本的創始人，號稱京圈現金王的繼承嗎？他今天竟然也來了。聽聞季總投資的項目發展都不錯，咱們要是能獲得他的投資，那就再好不過了。萧念晨他們竟然不要臉的湊過去了。季總、張總、霍總，這是我們公司費了好大功夫才挖來的一員大將，頂尖技術大拿 James。他就是世界頂級黑客 James。不錯，梁寬先生就是 James， 現在擔任我們天宇和蕭氏集團的 CTO。不枉我故意放出 James 參加互聯網大會的消息，揭穿梁寬的機會，這不就來了嗎？一直聽說沒人能找到 James， 不知蕭總和李總用的是什麼辦法，竟然能讓這位天才黑客成為你們的 CTO。季總，這是我們和 James 之間的私人交情，就不在這裡說了。
没错，這次我們主要是帶着項目過來，希望各位老總多關注一下。大家不相信我們，至少也該相信 James 吧。被你這麼一說，我有些期待你們的項目了。李總和肖總留個名片吧，咱們以後或許有不少機會可以合作。宋远这是知道我是 James， 想對我示好，沒想到你也有今天。哇，我們的電腦被黑了，有人在攻擊我們的電腦。竟然有人攻擊互聯網大會的電腦，這是要打我們龍國互聯網人的臉面嗎？那對方可是打錯主意了，估計他們也想不到咱們這裡今天有 James 在。這點小問題，James 先生應該可以解決吧？那當然，這點銷售端在我們 CTO 面前連個屁都不是。我正愁沒機會讓 James 展現一下。機會這不就來了 ？James， 以你的技術，10分鐘內應該可以搞定吧？10分鐘，肖總，你還是太低估 James 的能力了。我看這點小問題都不會超過5分鐘，是吧 ，James？ 今天幸虧有頂級黑客在場，不然遇到這種事情，要是解決不了，主辦方得急哭了。那黑客肯定不知道 James 在這裡，這次他算是提到鐵板了。James 先生，能幫幫我們嗎？我們實在是搞不定，如果修不好，我們就麻煩了。別急，換做平時還真沒人救你，但是今天我們有頂級黑客，你這工資肯定扣不了。你這也算是間接讓大家見識了 James 的風采，說不定你們領導還會給你加工資。今天在場的人有眼福了，能看到黑客 James 現場與人對戰。該死，這黑客怎麼偏偏挑這個時候入侵？這不是整我嗎？James 先生不會處理不了吧？當然不是，這點小問題難不倒我。不過我們現在還要和幾位老總商談工作，電腦的事兒就先放一放吧。可是這一次參會的所有項目資料都在這台電腦裡面，現在就算換一台電腦也來不及了。肖總、李總，能不能請你們讓 James 先生幫幫忙？沒問題 ，James 你就幫忙解決一下吧，人家小姑娘都快哭了。別哭啊！如果你們領導扣工資，你來找我，我蕭念晨還是有點面子的。多謝李總，多謝肖總。處理問題需要耗費精力，一會兒我還要展示項目。James， 你儘管安心處理這個問題。一會兒我們給你們預留足夠的時間展示你們的項目。操！連機長都開口了，我還怎麼推脫 ？James 先生，好，我來處理。計時5分鐘 ，James 肯定可以解決問題。老陸，名場面來了，快錄下來給群裡兄弟們直播一下。老宋，萬一他真是 James， 幾分鐘把問題解決了呢？他要是幾分鐘能解決，我給你邊沿一個倒立洗頭。我操！那兄弟，我相信你。開始了，開始了！見證奇蹟的時刻到了！我操，好牛逼！我都沒看清楚他敲了什麼，這速度太驚人了！不愧是 James， 這就是代打的神！快錄下來，快錄下來，回去慢慢研究。梁寬，你可真能裝，山姆那家伙的實力可不弱，看你能裝到什麼時候？季總，您看我們這款遊戲。你等一下，
咱们先看詹姆斯恢复電腦。詹姆斯可不僅是頂級黑客，在互聯網這一行就沒有他拿不下的項目。不是說幾分鐘就能搞定嗎？都過去10分鐘了，詹姆斯還沒搞定。估計這一次遇到的對手能力很強，先別說話，免得影響詹姆斯的判斷。沒錯，詹姆斯的額頭都出汗了，對手肯定很厲害，說不定是知道詹姆斯在這裡，故意來挑戰他的。季總，可能這台電腦詹姆斯用不習慣，也沒有裝他平時用的軟件。對，在這麼多人注視下工作，詹姆斯估計也有壓力啊。李總，你們不會被騙了吧？霍總，怎麼會忽然這麼說？因為據我了解，頂級黑客的技術出神入化，不會因為環境受到什麼影響的。我在網上了解過詹姆斯的事跡，他的幾次出手都沒有超過3分鐘的，哪怕是世界級大公司的財務系統也難不住他。諸位，再給詹姆斯10分鐘，他肯定能解決。怎麼辦？到底該怎麼辦？對了，我可以動到電腦的電源啊！怎麼回事？電腦怎麼黑屏了？停電了！天哪，這是什麼厲害的病毒？把電腦都幹黑屏了，連剛剛那幾個字都沒了。電腦不能在這時候壞了吧？抱歉各位，電腦壞了，請工作人員把它守好，會後我再跟進。大家放心，我一定會解決問題。居然能想到這種辦法來蒙混過關，梁寬真不愧是你啊。James， 你不會是解決不了問題，故意把電腦弄壞吧？媽呀，我好像磕到了什麼世紀大寡。閉上你們的嘴，不要侮辱我的偶像。詹姆斯是神，這點問題肯定難不倒他。我忽然有點懷疑，這位會不會是個冒牌貨？我也覺得他是假冒的。有人會修電腦嗎？趕緊修一修，我們要看詹姆斯擊退黑客。我會修，我來看看。電腦沒壞，是電源線掉了。詹姆斯先生，請您繼續。王金財，你找的這人到底是不是詹姆斯？他是自己主動找我說他是詹姆斯的，我去把他帶到外面問問。梁寬，跟我一起出去。梁寬，我看你還怎麼繼續裝下去。現在該怎麼辦？這麼媒體可在現場拍着呢。難不成今日的大會只能延期了？不行，這丟的是咱們互聯網人的臉啊！現場就沒有一個人試試能不能解決嗎？我倒是略懂皮毛，讓我來試試。你是哪家公司的 CTO？ 他可不是什麼公司的 CTO， 就是一個做遊戲的程序員。一個遊戲程序員，搞得動嗎？這麼多頂級工程師都不敢上，他敢毛回自薦，應該是有點能力的吧？就怕是迷之自信，浪費大家的時間。你就不要班門弄斧了，現場隨便一個技術人員都比你強100倍。你想上去丟人現眼？論丟人現眼，誰還能比得過肖總你啊？竟然搞了個冒牌的詹姆斯，浪費了大家40分鐘。我知道你和宋遠是一夥的，但我提醒你，最好看看現在是什麼場合。現場這麼媒體，等一下宋遠處理不了，看你要怎麼收場。肖念晨，要不咱們打個賭？你想要賭？就賭，誰輸了誰叫對方爸爸，怎麼樣？這聲爸爸你叫定了！大家做個見證，肖念晨和我打賭，如果我兄弟宋遠能把電腦系統修復，他就跪下叫我們爸爸；如果宋遠解決不了，我跪下叫他爸爸。不光是你要叫我爸爸，
宋远也要一起跪下喊爸爸。没问题。詹姆这家伙实力进步了多少？竟然也敢来挑战我！该死，这个宋远，该不会真的能搞定吧？电脑恢复了，他才弄了3分钟啊！这也太牛逼了吧！他不是说自己是做游戏开发的吗？我怎么不知道做游戏的还有这種技能？早知道他这么厉害，之前就让他直接上，我们也不用被那个冒牌詹姆斯白白浪费40分钟了。还以为山姆提升多厉害，就这，竟然也敢来到自找罪受。太好了，宋师兄，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们失望。萧念晨，你快出来喊爸爸！感谢这位先生的帮助。客气了，这只是举手之勞。我去，萧念晨那家伙竟然跑了！说话不算数的狗東西！我刚刚就該站在他身邊看着他。沒事兒，以後再找他。別忘了我們今天來這裡的目的。對對對，趁着你剛剛大顯神威，咱們去和投資人們聊聊。對，你們快去，項目介紹這邊我來看着。這波你們肯定能拉到一些投資了。王尼才跑哪裡去了？肖總，他說帶着詹姆斯回公司趕項目去了。狗屁詹姆斯！連宋遠都能解決的問題，他都解決不了，那就是個冒牌貨！媽的，我就不該聽信王尼才那個狗東西。肖總，我感覺天宇很可能也是被那個梁寬給騙了。我可不管這些，這次他們讓我丟了大臉，我得去收拾收拾他們。霍子明，他不是搞房地產的嗎？他怎麼會到互聯網大會來？肖總，我記得這個霍子明好像是顧總的表哥。你進互聯網大會去，看看他來幹什麼。我先給你投3000萬。如果後續發展比較好，再追加。多謝季總支持。季叔，你以前投資項目都不帶我，這麼巧被我現場碰到，可得帶我一個。你小子哪裡都想摻和一下。我投了3000萬，你確定要跟？跟，你投多少，我就跟多少。我相信季叔的眼光。霍總確定要投資我們這個項目3000萬？那當然。宋遠竟然拉到了6000萬投資，不行，我得趕緊告訴肖總。做愉快。合作愉快，霍總要不要先看看我們的遊戲 demo？ 這些不要緊，先前協議，我助理和律師會到貴公司找你細談。宋總您忙，我還有事兒。這小子倒是有魄力，不過我相信小宋你們不會讓我們失望。老宋，我剛剛不是出現幻覺了吧？咱們這就獲得了6000萬天使投資啊！對，咱們要起飛了，我得趕緊把這個好消息告訴大家。表哥，事情沒搞砸吧？談成了，不過你有點多慮了。我這位妹夫能耐大着呢，我過去之前他已經拿到了繼承資本的投資3000萬。繼承？我沒聽錯吧？他不是不投資初創公司的嗎？所以說我那妹夫本事大，竟然能讓繼承都打破原則。怎麼樣？你想霸氣護膚，但人家根本不需要，有沒有挫敗感？這說明我選男人的眼光極好，你等着瞧吧，宋遠遲早會是金圈裡一匹黑馬，超越你。行了行了，擱我這秀恩愛呢。人不錯，你擱我這關算是過了。另外，我跟着季投資了3000萬，不用你報銷，就當做哥哥的給妹夫的見面禮。謝謝。我得趕緊將消息告訴肖總。我好像一直在隱藏他的身份。顧時雨這是在隱藏身份，和宋遠玩霸道女總裁愛上他呢。宋遠還不知道顧總的真實身份，應該是擔心宋遠是為了顧氏集團才接近他吧。等等，或許我可以利用這點搞點事情。那樣的話，顧總說不定就會回到您身邊了。沒錯，你快開車，我回去好好想想怎麼搞。肖念晨這狗東西，竟然還想搞事兒！下次見到一定讓他喊爸爸。老宋，嫂子對你隱瞞身份這事兒，你應該不會生氣吧？其實我之前就猜出來了，畢竟顧師弟和時雨的名字這麼像，只是我一直沒想好怎麼應對，就一直假裝沒看出來。老宋，你別想太多。雖說你以前一直說什麼沒用的男人才傍富婆，但你和嫂子顯然不是那麼一回事。老宋，你又不是圖嫂子的錢才和他在一起，嫂子也和那些富婆不一樣。我和他也算是一種特殊的緣分吧。而且我可以感受到他確實是很愛我，所以你在難受什麼？人家一個身家100億的大總裁，為了和你在一起，處處遷就你，他一直到現在沒和你說明身份，估計還是擔心你無法接受，這就是真愛啊！是啊，我是 James 的事情也瞞着時雨，說起來我們倒是扯平了。老宋，你是不是在擔心嫂子家裡人會瞧不上你？有點吧。
他让顧師弟幫他隱藏身份，明顯就是還沒讓家裡人知道我的事兒。萬一他家裡逼我們離婚該咋辦？你也想太多了吧？這霍子明就是顧師弟的表哥，看樣子他也已經認可你了。接下來你只要讓他身邊更多的人認可你就夠了。你說的對啊，你老宋又不是沒有能力的人，只要你的事業達到與他同等的高度，還怕什麼？對，我相信我們之間的感情是真的，我也不能因為他比我有錢就和他分手。你能這麼想就對了。哎，其實我都快酸死了好嗎？什麼時候我路痴也能找到了一個富婆來愛我啊？等咱們的遊戲做起來，你肯定也能找到自己的良配。我還真被你说的有些热血沸腾，现在就想回去繼續幹代碼。走走走，我們該去和顧師弟會合了。對了，老陸，暫時你還是假裝不知道詩雨的身份吧。靠，你還想和嫂子繼續玩霸道總裁愛上你？我主要是好奇他準備什麼時候用什麼方式告訴我他的身份。宋遠，我買了點東西，在家裡等你回來，咱們慶祝一下。好，我現在就回來。得，又開始撒狗糧了，我可是真服了。等你找到真愛，你只會比我更膩歪。对了，肖念成那家伙還打算搞事情，你可得小心着點兒。放心好了，我很快就會讓他沒時間搞事。你先洗個澡，然後準備吃飯，我還差2個菜。要我幫忙嗎？不用，我都快弄好了。陸池說的沒錯，詩雨她為了我是真的太遷就了。快點坐下，這個蛋糕我今天做了好久，你嘗嘗好不好吃？你做的肯定都好吃。肖念成，以前我懶得理你，但你卻再三來招惹我，還想破壞我和石宇的婚姻。現在我就讓你自顧不暇。喂，忙？怎麼可能？是誰幹的？廢物，一群廢物！怎麼會發生這種事？還能怎麼辦？通知所有人，全力抵抗攻擊。還有，給我聯繫那個本一，讓他出手對抗詹姆斯。現在情況怎麼樣了？肖總，不好了，服務器的所有的數據都被清空了。什麼？所有數據？那備份呢？備用服務器也被清空了，對方是有備而來，我們根本防不勝防。喂，快上救護車！肖總暈過去了。肖念成，你就祈禱你公司內部沒有問題吧，否則這只是個開始。我會將你所有為非作歹的證據全都交給有關部門。肖先生，您終於醒了，感覺怎麼樣？好的，發生了什麼事？我怎麼在這裡？肖總，您在公司突然暈倒，我們送到醫院來了。公司？對了，公司的服務器。沒辦法，公司的服務器怎麼樣了？肖總，公司的服務器已經徹底報廢，所有數據都無法恢復了。這不可能！而且由於服務器故障，導致很多用戶無法正常使用服務，現在紛紛要求退款，公司的股票也暴跌了。這一切都是天宇公司害的。現在梁寬還有那個冒牌的詹姆斯，我要去找他們算賬。肖先生，您現在需要休息，不能亂動。我休息個屁！我現在就要去找他們。念晨哥，你怎麼在医院？你怎麼在這裡？算了，現在沒空理你。念晨哥，你聽我說，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訴你。什麼事兒？快說。我懷孕了，是你的孩子。你懷孕了？誰知道這孩子是誰的？別想來訛我！念晨哥，真的是你的孩子，你不能這麼對我！滾開！我現在沒心情管你的破事兒。這次和焦氏的合作，我們穩賺不賠。
这个冒牌的詹姆斯，还有你李明启，都是你们害得我公司变成这样。肖总，你这是怎么了？肖总，发生什么事了？发生什么事？你们心里清楚。服务器被攻击，股票暴跌，用户纷纷退款，这一切都是你们搞的鬼！我们可什么都没做。没做？那你们为什么要冒充詹姆斯？现在好了，詹姆斯反过来攻击我的公司，你们满意了？不可能，我就是詹姆斯，我从来没有攻击过你们公司。攻击你们公司的肯定不是詹姆斯。没错，这其中一定有誤会。赵总，你想，如果真的是詹姆出手的话，怎么可能只針對你們蕭氏地？我們天宇卻沒有被攻擊。難不成是顧時宇？因為上次我讓本一攻擊了他們，顧時宇對我進行了報復。該死！顧時宇，你也太狠了！肖總，現在事情已經這樣了，我們得想辦法解決。解決？你們怎麼解決？現在我的公司都快完了！你不是說你是詹姆斯嗎？那你現在就給我把服務器給恢復過來。就算技術再好，服務器被清空了也不可能恢復啊。不行，那也不行，難道我只能等死嗎？邱建成，你瘋了！我就是瘋了，都是被你們逼的。肖總，你冷靜一點。我冷靜不了。今天你們要是不給我一個說法，我就讓你們好看。肖總別急啊，我有個辦法可以挽回局面，順便報復宋。什麼辦法？快說！李總、肖總，我們可以讓人把宋遠公司的遊戲代碼偷過來，然後我們搶先一步把遊戲推上市，宋遠他就完了。好主意！你怎麼說？這個辦法倒是可行，但是誰能去偷到宋遠的遊戲代碼？當然是讓詹姆斯出手。梁寬，你說你就是 James， 這點小事對你來說就是手到錢療吧？沒問題，給我一點時間，一定能成功。好，我們就再給你一次機會。如果這次再失敗，你們兩個都等着捲鋪蓋動手吧。沒想到竟然有意外收穫，你們還想盜竊我的遊戲代碼，真是卑鄙無恥！真起見，我先加強一下公司的安保措施了。真要讓他們得逞了的話，非但心需要打水漂，而且投資人那邊也無法救。布置的這防火牆，應該沒人能進來。不過梁寬是怎麼回事？他明明不懂黑客技術，怎麼那麼自信能偷竊我們公司的代碼？難不成我們公司有他的臥底，所以他才沒有信心？可是臥底會是誰呢？看來天宇的服務器暫時不能動，先想辦法把公司裡這個臥底挖出來，再把他們一網打盡。肖總，那個梁寬真的靠得住嗎？我總覺得他並不是 James， 而且顧總那邊很可能會讓他的團隊幫助宋遠。那就做兩手準備，我先想辦法讓顧時逸和宋遠鬧掰，然後讓本一出手。怎麼讓顧總和宋遠鬧掰？你聯繫一下王進財，讓他找林雪瑤催債。肖總，你這是想做什麼？林雪瑤她不是懷孕了嗎？我要讓王進財逼得她不得不去找宋遠負責，再把這件事情捅到顧時宇那邊去。好主意，顧總知道了這事兒，肯定會和宋遠分手。我這邊已經擬好起訴你的文件，你不還錢就等着法院的傳票。我還，我一定還。再給我2天時間，我很快就能籌到錢了。我已經給了你3天時間，你每次都說再給2天，是不是永遠都還不上？宋遠，你來的正好，林雪瑤這20萬，你來替他還。宋遠，我就知道你不會不管我。王進財，你不要胡攪蠻纏，錢又不是我花的，我為什麼要還？宋遠，你不是來幫我的？當然不是，我是和我老婆約好來這裡吃飯的，你們之間的糾葛別扯上我。念晨哥，你找我？坐吧。念晨哥，你是不是回心轉意了？回心轉意？你想太多了。我找你來，是有件事讓你去做。什麼事？你去找宋遠，告訴他你懷了他的孩子。什麼？這孩子是你的，念晨哥？我不管這孩子是誰的，重要的是你要讓顧時雲知道這件事。只要你能讓顧時雲和宋遠離婚，我會給你一筆錢。怎麼能這樣對我？這孩子明明就是你的。孩子是誰的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完成這個任務，這是你翻身的最後機會。
可是，没有可是，只要你完成任务，这筆錢非但能讓你翻身，你弟結婚的彩禮也夠了。好，我答應你，但是你要說話算話，給我錢。只要你完成任務，錢自然會給你。不過，你要是敢耍花樣，後果自負。聯繫本一，讓他做好準備出手。這次可別再讓我失望了。大家注意，之前的那版代碼存在非常大的漏洞，我昨晚連夜修復，大家一定要下載我修改後的新版本，從最新的框架上做開發。知道了，老大，我早上就發現更新，已經下載，我也下載了，馬上開始下載。早會結束，大家開始忙吧，爭取遊戲早日上市。路痴，你留下來一下。老宋，還有什麼事情要交代我嗎？最近你多觀察一下同事們的動向，特別是某些忽然出去的。發生了什麼事情？咱們公司可能出了內鬼，我想把他揪出來。進。林雪瑶，有什麼事嗎？顧總，我想辭職。辭職？是因為之前的事情？我告訴你，我不會因為你曾經和宋遠的關係就針對你。當然，如果你工作上犯了錯誤，我也不會和你客氣。你沒事吧？要不要叫醫生？沒事，顧總，我只是有點不舒服。這是你的孕檢報告，你懷孕了？是的，顧總，我懷孕了。孩子的父親是宋遠。是，追遠，你擁有我夢寐以求的一切，而我現在已經走投無路，只能讓宋遠回到我身邊了。以現在的技術，孩子在肚子裡也能做 DNA 檢測，我會安排私人醫院做檢測。如果孩子是宋遠的，他有知情權；如果不是，就隨便你。如果孩子是宋遠的，他有知情權；如果不是，就隨便你。我聽從顧總安排。你到了，我馬上下來。在進行比對之前，不許你和宋遠說只字片語，不然後果你應該懂的。是。如果我沒有在結婚前跑去找蕭念晨，這一切本來應該都是我的。怎麼了？好像不開心。今天辦公室發生了一件事兒，一個男同事與前任分手1個多月，前任跑來說懷了他的孩子。你說我那同事該不該認下？那可不能隨便認，搞不好是喜當爹，可以先做一下親子鑑定，不能做冤大頭。你和我想一塊兒去了。醫生，多久能出結果？血液需要進行 DNA 分離，正常情況結果要1周左右出來。能不能加急？我可以加錢。不過最快也得2個工作日。好，有結果立刻告訴我。顧總，如果孩子確定是宋遠的，你會怎麼做？我會尊重宋遠的選擇。顧時雨已經知道了，而且還帶我去醫院做了親子鑑定。太好了！你說過要給我的錢呢。急什麼？只要宋遠和顧時雨分手，我立刻轉給你。大家辛苦了，我給大家買了點水果，快來嘗嘗。哇，謝謝顧總！顧總真是太貼心了。你怎麼來了？你天天去接我，今天換我來接你。时雨，你真好。喂喂喂，单身狗也是狗，可以不爱，請不要傷害，謝謝。
唉，竟然连看都不看我一眼，真是有了老公忘了弟啊！老宋，等等，有人攻击我们公司的网络。不用慌，我升级了防火墙，别人攻不进来。抱歉，我先处理点工作。你忙吧，我等你。原来是这个手下败将，看来上次给他的教训还不够啊。你刚刚说对手是手下败将，就是上次攻击你们故事的黑客本一。难道他知道上次是你帮我们故事解决了问题？不是，估计是同一个人雇佣他出手。这一次他的目标应该是要窃取我們公司的遊戲代碼。究竟是誰在針對我們？除了蕭念晨還能是誰？又是蕭念晨，我們故事集團一直對他們蕭氏照顧有加，沒想到養出這樣一個白眼狼。宋遠，是我連累你了。夫妻一體，你別和我這麼見外。對了，我弄到了蕭氏集團財務造假和其他犯罪證據，可以發給你們總裁，讓他發動故事的法律團隊。老公，謝謝你。你和我還客氣什麼？梁寬竟然想到了這種方式給我製造機會。這樣一來，就算代碼洩露，也沒有人會懷疑我。好了，大家下班吧，黑客已經退了。老大威武霸氣！梁寬，東西我給你帶來了，錢呢？別急，先看看貨。不錯，東西很全，錢我給你轉過去。這次你做的不錯，宋遠的公司馬上要完蛋了。天宇這邊我給你留了位置，遊戲要是火了，還有另外獎勵，多謝梁哥。蕭總，本一那邊傳來消息，說他失敗了。廢物！他不是說這次一定能成功嗎？本一說對方有個高手在幫忙，就是上次幫顧氏擊退他的那個人。顧時雨，宋遠都和別人有孩子了，你竟然還這麼幫他？他就這麼好嗎？你越是在乎宋遠，我越要毀了他。媽，你去找一下顧家老太太，和她說顧時雨被人給騙了。具體是怎麼回事？和顧時雨結婚的人是個渣男，為了和他結婚，把已經懷孕的女朋友都給拋棄了。居然有這種事情，我立刻去和老太太說。喂，陸池，怎麼樣了？老宋，王帥已經把遊戲代碼賣給了梁寬，他們動作還真快。是啊，我已經錄下證據了。下面你打算怎麼辦？要報案嗎？先別報警，看看天宇那邊的行動再說。行，我明白了，我繼續盯着，有情況立刻告訴你。好，辛苦你了。姐，奶奶讓你必須馬上回家。這麼急？發生什麼事了？好像是蕭家嬸子和奶奶說了什麼，奶奶讓我一定要把你叫回去。好，你跟奶奶說，我處理完事情，最遲明天就回去。行，姐，你快點啊！顧小姐，這是林小姐的 DNA 檢驗結果。你自己看吧。不可能，這不可能！事實擺在眼前，孩子不是宋遠的。我該怎麼辦？林雪瑤，這件事是蕭念晨讓你做的吧？你怎麼知道？蕭念晨想用這種方式破壞我和宋遠的關係，可惜他失算了。我也是沒辦法。蕭念晨答應給我錢，幫我弟弟解決彩禮。你為了錢連尊嚴都不要了？你真以為蕭念晨會兌現？我不知道。你現在給蕭念晨打電話，說孩子是宋遠的，看他什麼反應。好，我打。林雪瑤，怎麼樣？念晨哥，結果出來了，孩子是宋遠的。真的？太好了！顧時雨知道了嗎？知道了，他很生氣走了。哈哈，林雪瑤，你這次立了大功。念晨哥，錢呢？你答應我的。你以為你是誰？我憑什麼給你錢？你怎麼能這
你只是棋子，现在没用了，别烦我。你现在明白了吧？他一直在利用你。等等，你还有事儿？萧念晨太过分，我要报复他。你要怎么报复？这是什么？他威胁我的录音。你去说怀了宋远的孩子。可这是你的。照做，我给你钱。下午跟我去故事公馆。他不让我好过，我也不让他好过。姐，你怎么把他带来了？等下就知道。奶奶怎么样？萧家母子刚到，老太太很生气。来得正好，走，见他们。老姐这是要搞大事。这不是之前勾引念晨那个女人，她怎么会出现在这里？顾时雨怎么把林雪瑶给带来了？林雪瑶在搞什么鬼？奶奶，我回来了。小雨，她是谁？姑奶奶，这就是那个宋远的前女友。什么？李雪瑶，你快说说你和宋远是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怀了宋远的孩子，又被宋远给抛弃了？念晨，你没事吧？贱人，你竟然敢打我儿子！反了反了！你竟然还敢打我！我打的就是你！李雪瑶，你敢打我妈，我打死你！够了！小雨，你不说说这事儿怎么回事吗？奶奶，你听一下这个，就知道是怎么回事。萧念晨，我劝你最好别动，不然可就別怪我动手了。我不管这孩子是誰的，重要的是你要让顾时雨知道这件事。只要你能让顾时雨和宋远离婚，我会給你一筆錢。好啊，你们萧家竟然做出這種卑鄙無恥的事情！老太太，這都是誤會。念晨，你快解釋一下啊！李雪瑤，你竟然算計我！萧念晨，我這都是被你逼的。你明知道我有男朋友，還跑來勾搭我，然後一直玩弄我的感情。知道我懷了你的孩子之後，你竟然還威脅我去幫你陷害宋遠，破壞宋遠他們的感情，最後利用完我，就想一腳把我踹開。你做夢！該死，早知道剛就給這個臭女人一筆錢，堵住她的嘴了。你們蕭家原來就教育出了這樣的貨色。老太太，不是的，這個林雪瑤就是一心想着嫁進我們蕭家，所以在污蔑我們家念晨，你也還是個好孩子，你絕對不會做出這種事情的。那這錄音筆怎麼解釋？我承認我也有不對的地方，但是林雪瑤確實是宋遠的前女友，而且她肚子裡的也是宋遠的孩子。孩子和宋遠沒有關係。林雪瑤，你剛剛明明你是騙我的。如果不騙你，我怎麼能看清楚你的真面目？蕭念晨，你還有臉在這裡動手？你們蕭家做出這種事情，簡直丟盡了臉面。從今天起，你們蕭家的永遠別想再踏進我顧家的大門。老太太，別這樣啊！你就看在我母親的份上，放過集團吧。奶奶，這是蕭念晨僱傭黑客攻擊顧氏集團的證據。他不僅僅是想破壞我和宋遠的感情，還想徹底搞垮顧氏集團。啊！原來我們顧家竟然養了你們這樣一隻白眼狼！蕭念晨，你還有何話可說？蕭家太讓我失望了。從今天起，我們顧家與你們蕭家斷絕一切往來。你們滾出去！我永遠不想再見到你們。把他們丟到外面去！呸！活該！蕭念晨，你們蕭家做的事情，別以為就這麼算了。我們顧氏馬上會起訴蕭氏集團，讓你們付出應有的代價。念晨，這可怎麼辦啊？我們蕭家不能就這麼完了！他媽的，這個顧時淵竟然敢這麼對我們蕭家！蕭總，天宇那邊傳來消息，說他們已經弄到遊戲代碼了。你說的是真的嗎？是真的。剛剛李總打電話來說，他們已經成功複製了宋遠的遊戲代碼，準備搶先一步推出市場。好，好，好，看樣子是我之前錯怪梁寬了，他竟然真的是 James。天宇公司那邊讓你盡快過去商量召開遊戲發布會的事情呢。好，我現在就去。顧時雨、宋遠，我不會放過你們的，我要讓你們付出代價。小雨，
今天你做得很好，奶奶很欣慰。奶奶，这是我应该做的。萧家做出这种事情，我们不能姑息。没错，萧家这次太过分了，竟然还想搞垮我们顾氏。对了，小雨，你是不是也该安排个时间，让宋远来家里吃顿饭了？奶奶想看看宋远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能让我们的小雨这么倾心。奶奶，我其实还没有告訴他我的身份，等我安排好了就带他过来，你肯定也会对他很满意的。难怪小袁一直说什么你在玩霸道总裁，隐藏身份爱上他，原来是这个意思。顾时渊，姐夫喊我上班去了，回见。季总，你这么着急找我过来，有什么事吗？你看一下这个。季总，这不是我之前给你看的游戏 demo 吗？有什么问题？这是李明启发给我的，他说这是他们天宇明天要发布的新游戏，还邀请我参加他们明天的游戏发布会。季总，这明显是我们公司的游戏代碼被他们天宇给偷去了。天宇竟然敢这么做，他们就不怕法律制裁吗？他们现在已经被利益冲昏了头脑，哪里还会在乎这些？你既然都知道了，怎么一点都不紧张？我已經有應對之策了。哦，你要怎麼應對？明天天宇的遊戲發布會，我會親自到場，讓他們知道偷竊別人的勞動成果是要付出代價的。好，宋遠，我相信你，需要我幫忙的地方儘管開口。謝謝季總，有您這句話，我就更有信心了。肖總、李總，我們發出邀請的嘉賓和相關媒體都已經答覆，明天會準時參加發布會。明天就是我們的翻身之日了！有了這款遊戲，蕭氏集團和天宇公司的股票一定會大漲。沒錯，這次多虧了梁寬，不愧是頂級黑客 James。那當然，也不看看我是誰。李總、肖總，這次我們可是要一戰成名了，咱們要不要提前慶祝一下？紅酒來，乾一杯！老宋，這不是你和嫂子結婚的酒店嗎？蕭念晨竟然把發布會地點選在這裡，我看蕭念晨就是故意的，想惡心宋師兄的。走吧，我們該進去結束這一場鬧劇了。看來天宇這次為了這場發布會下了不少功夫啊。哼，他們這是想借此機會翻身呢。不過老宋，你真的有把握嗎？放心，我已經準備好了。宋師兄，我相信你。對了，我姐說今天給你準備了一個驚喜。難道石宇打算在今天和我攤牌？宋遠，他們怎麼來了？他們該不會是來砸場子的吧？宋遠，你們來了。是啊，兒子，你開發布會，陸爸爸和宋爸爸怎麼能不來支持一下？你他媽！你別和他們一般見識，他們說不定就是想找借口鬧事。既然你們來了，今天我就讓你們看看真正的遊戲是什麼樣的。你們做的就是垃圾。蕭念晨，別高興得太早，鹿死誰手還不一定。發布會即將開始，有請蕭總、李總、梁寬、王總上台演示遊戲，掌聲有請。宋遠，準備的怎麼樣了？都準備好了，季總。今天我要讓天宇知道，有些東西不是他們想偷就能偷走的。哈哈哈哈！好，我就等着看你的好戲了。哈哈哈哈哈！各位媒體朋友，各位嘉賓，今天我們天宇公司要發布一款全新的遊戲。沒錯，這款遊戲將徹底改變遊戲行業的格局。這款遊戲是我們耗費巨資，請頂級黑客 James 操刀，歷時數月開發完成的。大家放心，這款遊戲絕對會讓你們大吃一驚的。下面有請 James 演示遊戲，先看畫面與操作。哇，這遊戲畫面好精美，光看建模我就很想玩了。不知對手機配置要求高不高？宋遠，你不是看不起我嗎？看我把你心血變成我的。
这是怎么回事？不应该啊，我检查过的，没问题的。各位，演示设备出小故障，先看影片，稍後繼續。好戲開始了。宋代碼搶先上市，誰去偷 ？James，2塊沒問題吧？包在我身上。怎麼回事？關掉！你在幹什麼？我控制不了電腦。攻陷很全，請專業爽快，市場給你10倍獎金。天宇公司和肖氏集團竟然做出這種事情，這也能叫上市公司？他們的遊戲代碼竟然是偷竊別人的，太可惡了！這裡是天宇公司與肖氏集團的遊戲發布會現場，剛剛發生了一件震驚所有人的事情。肖總、李總，你們現在不該給我們一個解釋嗎？大家稍安勿躁，這一定是有人惡意陷害我們。沒錯，我們天宇公司一直是行業內的佼佼者，怎麼會做出這種偷竊的事情？這一定是有人在背後搞鬼。肖念晨、李明信，你們就別再狡辯了，這些視頻就是鐵證如山，這是你們對話錄音和交易 U 盤的照片，和攻擊我們公司網絡的記錄，證據確鑿，你們還有什麼好說的？梁寬，這到底是怎麼回事？你不是說你是 James， 為什麼公司監控被人入侵你都不知道？為什麼遊戲代碼你竟然是找人買來的？我也不知道會這樣。陸源，你是黑客，你才是 James！ 梁寬，你為了脫罪，還真是無所不用其極啊！還說我是黑客，真是笑話。蘇源，你別裝了，你一直隱藏得很好，但我知道你就是 James。荒謬！你梁寬一直自稱是 James， 現在被人發現你不是，就來栽贓我了，真是好笑。不，你就是 James。因為我之前讓本一去攻擊顧氏集團是被你擋住了，後面我又讓本一去攻擊你的公司，也失敗了。肖念晨，你主動認罪了就好。肖念晨、李明星、梁寬、王進財，你們涉嫌商業間諜罪和盜竊罪，現在跟我們走一趟吧。完了。都是你害了我！我只是听命行事啊！高远，都是你害了我！我要杀了你！宋远，你有沒有受傷？我沒事，別擔心。顧時雨，你和宋遠在一起不會有好下場的。肖念晨，你錯了，我和宋遠在一起只會越來越好，而你將會為你所做的一切付出代價。各位，上面的鬧劇已經結束，現在請大家回到原位，接下來才是今天的重頭戲。布置場地。子雨，你這是……這就是我為你準備的驚喜，我要為你的遊戲開一場盛大的發布會。這酒店應該不會同意吧？放心，我已經把酒店買下來了，現在這裡我說的算。為了給我開發布會，你直接買下這酒店？嗯哼，喜歡嗎？很好，很霸道，我喜歡。大家好，我是顧時雨，顧氏集團總裁。什麼？他就是顧氏集團總裁？天哪！富豪榜上那位最年輕的女總裁。她以前都很低調，從不接受採訪，沒想到這一次竟然高調露面了。顧總，不知道宋先生和你是什麼關係？我們是夫妻。原來他們是夫妻啊，真是郎才女貌。顧總竟然結婚了，那我豈不是沒機會了？嘿，就你這樣也想追顧總？還是洗洗睡吧，夢裡啥都有。報告顧總，場地布置完畢。好，那麼接下來舞台就交給你了，宋總。
这可是老头为我精心準備的，我不能讓他。感謝大家的耐心等待，歡迎大家今天來到我們公司的遊戲發布會。這款遊戲我們傾注了無數的心血和汗水，它不僅僅是一款遊戲，更是我們對遊戲行業的一份熱愛和執着。嫂子，你這個真是神來一筆！這樣一搞，肖念他們之前做的那些，就都變成了給咱們做鋪墊了。我覺得宋先生這個遊戲上線將會擁有空前的熱度。那是當然，也不看看是誰的姐姐。奶奶，怎麼了？小雨，直播我剛剛看了，你選的這小伙子看着不錯，盡快帶回來。讓奶奶看看吧。好，等遊戲發布的事兒結束，我就帶他回去見你。我不管你們用什麼辦法，必須給我把念晨救出來！還有顧時雨和那個宋元，把我兒子害得這麼慘，我要他們死！你們要幹什麼？顾氏集團涉嫌多項違法犯罪，我們已經取得所有證據，特來查封。你竟然還敢買兇殺人，罪加一等，帶走！今日報告，遠遊戲公司自研大作《幻界》正式上線，24小時下載量突破1億，打破全球紀錄。星遠公司成為今年最強黑馬。此外，肖氏集團肖念晨、天宇、李明蔚、梁寬等人因商業竊密放賄罪名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本來這一切都該是我的。老宋，火了！咱們的遊戲火了！上線首日充值流水突破1億，用戶人數超過5000萬了！太好了，路痴，你跟顧師弟多看着點。另外，和大家說一聲，晚上咱們去酒店開慶功宴。宋遠，你來了，奶奶在裡面等你呢。時雨，你今天真漂亮。小宋啊，你可終於來了，讓我好好看看你。抱歉，我到現在才來看你。這是我的一點小心意。沒事兒，看到你們小兩口這麼恩愛，我這心裡就高興。小宋啊，時雨這丫頭從小就被我寵壞了，你可得多擔待。奶奶您放心，我會好好照顧時雨的。怎麼了？是不是哪裡不舒服？我不知道，可能是最近太累了。时雨，你這症狀是不是懷孕了？奶奶，您說的是真的嗎？時雨，你真的懷孕了？應該是吧，我這個月好像沒有來那個。太好了，我要當爸爸了。